南柱和金泰梨忍痛分别，青春爱情画上句号。立晨被任命至纽约分局做特派员，下个月他会回到韩国处理调职事项。但那时西渡忙于世锦赛，并不在国内，立晨很歉疚没能遵守承诺。西渡不想要再听到立晨和他说对不起了。时间过去了2个月，校霸成为了一名网络红人。面对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幼玲，校霸还以为是在做梦。幼玲提前回来就是为了给校霸一个惊喜。校霸第一次见到幼玲父母，心中十分紧张。幼玲父母对甜言蜜语的校霸很满意。立晨刚下飞机就接到了任务，这才发现错拿了西渡的箱子，连忙回到机场寻找西渡。前台说西渡发现拿错了箱子，就留在了那里。西渡发现家门口的行李箱，冲出去叫住立晨，质问他就打算这样离开吗？立晨却以为这就是西渡想要的，西渡也不想再争论谁对谁错，但这份爱已经给不了他力量了。立晨问西渡是否能做到分手这件事，西渡伤心不已转身离开。4人组聚在一起，几人发现了西渡的反常，西渡只好强颜欢笑地解释他们分手了，因为立晨要在纽约工作，身处异地的他们很难再做出承诺了，看不到未来的他们自然而然就发展成了这样。西渡的手机还不小心掉进了锅里，买新手机的时候本想要解除情侣套餐，但需要双方同意才能解除，西渡只好找来了立晨。店员希望他们能再考虑清楚，签下名字就不能反悔了。2人还是决绝地签下了名字。25-21强行毕业，立晨不想把负面情绪说给西渡，他每天经历的都是些灾难和悲剧，身处人间炼狱，就连想念一个人都成为了一种奢侈。西渡明明说过想要分担他的喜怒哀乐，但立晨不想让西渡徒增烦恼。西渡说这就是他们分手的理由，他们只能同甘不能共苦，遇到困难就成为了彼此的负担。虽然还在吵架，但立晨还是下意识地保护西渡。西渡从小因为母亲就受够了这种失望和等待，不希望今后相伴一生的人也是这样。2人都觉得对方不理解自己，事情变成了这样，也只有分开这一个选择了。西渡拼命让自己忙于训练，最终体力不支晕了过去。他不想以这样的方式分手，很后悔对立晨说了那番伤人的话。西渡的日记本掉在了公车上，几番寻找也没有找到。前辈称赞立晨创下了纪录，成为了最年轻的特派记者。立晨将那时和西渡抽中的粉色铅笔盒放进了抽屉，如今他也只能在梦里拥抱那个女孩了。立晨收到了一个包裹，拆开却是西渡遗失的日记本，看着西渡的日记都是关于他们的故事，立晨也终于理解了西渡的难过。西渡得知立晨今天就要搬走了，冲了出去，不想那些伤人的话成为最后的回忆。2人都冲到对方的家门口，本以为要错过的2人在公交车站台相遇。立晨叮嘱西渡不要受伤，西渡也让立晨不要依赖酒精。立晨帮西渡绑好了鞋带，2人都泣不成声，紧紧相拥，互相告别。年少时的承诺终究很难实现，南柱和金泰梨强行毕业。时间过去了7年，西渡妈辞去了主播一职，推荐由立晨来接任。立晨终于用自己的能力让一家人团聚了，也成为了一名新任主播。立晨想要成为西渡妈这样的主播，感谢她让自己怀抱梦想。西渡打算退役了，他已经厌倦了竞争。班长成为了一名综艺编导，却接到了父亲过世的消息，4人组终于聚齐。班长没有很难过，因为父亲已经卧床2年，这样也算解脱了。立晨也赶来了葬礼，从班长口中得知校霸创业成立了服装网站，除了有多家品牌入驻，还有了自己的服装品牌。幼玲退役后成立了击剑俱乐部，赚了很多钱。立晨弟弟还记得班长会等他长大的承诺，2人马上交换了号码。校霸装作学生，拿出戒指给幼玲戴上，向她求婚。2人在祝福声中紧紧相拥。西渡又拿下了一枚金牌，电视台准备独家优先报道这则新闻。2人时隔多年未见，再见却是在新闻连线，往昔的回忆在脑海中翻涌。西渡正式公布了退役的消息。当记者问他选手生涯里最光荣的记忆是什么，西渡说就是成为了幼玲的对手。幼玲说他也是一样的，随后走上前拥抱了西渡。多年后，书店的老板才想起立晨留给西渡的包裹，赶忙找来西渡家，转交给了西渡的女儿文采。文采将日记交给了妈妈，遗失多年的日记本失而复得，看到了立晨的留言，遗忘的那段时光重现。那时立晨的存在就足以带给西渡安慰，西渡也是在立晨艰难时刻帮助他振作起来的人。他们都让对方明白了什么是完整的幸福，明白了爱情，也明白了离别。青春或许就是这样充满着遗憾，但曾拥有过那段美好就已经足够了。